个证件讲了啊，伊前女朋友就走出来啊，伊前女朋友爱看你做伙选里长。好，然后因两个做迄个选里长的时阵，这个时阵，这揪出伊的手下人哦，下骹手人哦，就甲伊讲，我甲你讲，我遮有一罐药啊，吼，这个药啊你甲人喷落，吼，只要5步以内一定会死。所以讲，你后一遍甲伊辩论的时阵，你就摕出来甲伊。安尼人就死啊！你拢免选啊！就就是讲袂使，伊是我以前交往过的女朋友，哪会使安尼就甲伊抬起？卡主人讲，并且我甲你讲，并非演诈，这是正经恶心的。这是丢一地，这丢一地啊！咁讲，两个人总算讲是来到辩论迄天，两个人徛伫台顶的时阵，这前女朋友就向啊甲伊讲，我只是要甲你讲，我已经互相意爱，希望讲今仔日结束了后，不管讲是啥物人赢，啥物人都大家拢是赢的人。每一个人拢是赢的，这周处想讲，我手头摕这罐药啊，我呢喷，是不是一个歹人呢？最后，伊甲这个药啊摕这女朋友，甲伊讲，这是芳水，你会当最后甲我喷一遍无？你知影无？为我遮到你遐，总共5步。